瑞成学长，按采购呢，我真经无上爱翕嘛。采购，外头我毋去讨论过的嘿。亚团迄外头整体研究经费迄青葱药的发明呢，昆虫擂台一等赞。错啊，上老是迄栋吃盐的事情，查就查到有用卡梅拉记录起来无听。巧巧，你要把这个拿去哪里啊？今天我要祝他们。哪个昆富螳螂嘞？巧巧，为什么要救他们？我今天日行一善。日行一善。日正谷，你怎么改？我今天日行一善。因为日行一善，嘿，不点哦。下课往前冲，直到人生密码街。上班一条走，重新起家无路用。无从就无风，当当当当。下下课中，当当当当，下上課中愛樂唔愛教錯，當當當當，莫強用，當當當當，眼曉的溫暖在心中。年前盼年梦。終於愛上樹去衝動，寒天不迷茫，打爆了自家的衣服，無偏就無法，當當當當，下下課中，當當當當。下上課中錯了唔錯假錯，當當當當，下下課中當當當當，下上課中愛流灑在心中。And you can't have it.欢迎光临。这还要用吗？不用了，谢谢。谢谢。听不到，贵贝贝，贵贝贝。这个是采燕鸡丁。你好，这是我们自产自制的森林蜜茶，试试看。不错，这个茶蛮用心的，
我觉得你们的主题结合的蛮不错的。谢谢，也是我们努力的目标。不好意思，我借一下洗手间。你给我就好了。在这里。喂，林太，弄安呢？好，爱爹。好，这是嘛个事情啊？要不要出事情呢？你看哪？国雄，你出来啊！妈，爸嘞，有用了吗？你爸打扫一半，大概太热就昏倒了，现在没事了啦，只是把自己关在里面，怎么样都不肯出来。你又唔免做迄台白嘞，你有没伫遐做啥啊？人啊讲啊，你们到底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你爸好几个月之前就被照相馆的老板给辞掉了，这几个月我们都在打零工。刚才就是经过这里看到要征人，所以姑嫂，唔要着我去加拿大，不是因为你们放弃要把摄影店顶回来。是因为没有钱，没有办法赎回来了。你爸他觉得很难过，因为他知道照相馆是我们一家人的希望，可是他这辈子恐怕没有办法做到，所以加拿大的亲戚问我们要不要去打工，爸爸才会答应。这不是他要的，这是唯一的选择。爸，爸，你出来啦！对，黑感应呢？家人有什么事情不能商量？出来啦，好吗？妹妹，你来干什么嘛？爸爸就是不想让你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，什么都实现不了了。我不要让你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。啊！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妹妹，谢谢你啊。你们这么乱来，我怎么放心让你们两个自己去加拿大？我会笑呢。都是你啦，女儿帮小孩子看。我给听诶，我爱老人家着穷下去加拿大。那你的学业怎么办啊？休学啊，反正我也读够了。我们是去打工，不是去玩呢。爱的，姑嫂3个人赚总比2个人赚快吧？妹妹啊，我们过去那边只有一间小套房可以住，我们2个刚刚好，多你一个太多了啦。谁说的？我们可以3个人一起睡啊，就像小时候那样。一摆，我切对唔会，
不然也就气咖离开。李正哥，你最近爱这哦？做乜解條糖啊？我这样，去按钮。係冇咧。跟学成嘞。英太，佢一條係牙牙愛呢，換做係唔揾嚟做。徐二成，啊，你的头号粉丝要飞走了。好啊，要不然用我凶悍吧。凶悍法？是啊，吃到飞到家给飞来，刚好啊。哎呦，俺就走得有后顾之忧，那叫俺个初恋情人，俺个女神，俺个尹明姐。大概事情啊？无啦，尹明姐，俺哋有啲讲，你转股嘅天愛去加拿大。早上幾位做接聽？尹明姐，你做乜解你講啊？你係簽名片的啊？用理性的觀點來講，車前做手做好13年生活的準備。不過轉到間時一隻部分，萬年都得按怪我睇不下呢。真相係乜解？無聽錯，其實有嘅係10年可來理由。好啦，我有老評鑑員費瑟比嘅，佢恨本人一隻幾筆。古數一開始，你都愛加班，認真報年客，做得冇？加班？啊？啊？耶！加班！也冇錯，捱真係冇辦法。寒假啊，捱介意。什麼年就是什麼年，有講有好。當然啦。蜕变前的幼虫，象征着无限的可能。到底能不能羽化？羽化之后又会怎么样？可以飞到远方吗？那份未知，才是最让人不安的。俺不会讲，
毋迄伫个互移民一个讲法吼。俺迄好远的啦。我爱做好，麻烦翕相记录。你个做嘛个啊？记录等小文青班伫个岳阳间时啊，记条飞伫秋天的时节，比到南片，披寒上乱。伫春天，记条海滩，要比转暖热闹的天风。暗泡的伊，没做得比暗艳哦。佮说爱条要伫伊档国做好，那迄有人伫配比做到，就做在报道协会建档追踪记录。姑嫂，迄个俺去加拿大，你嫁给伊档国下司，你也着出所谓的俺嘅消息嘞。无可能，记条今年的迁徙记录是2300公里。不浪漫，银太，唔去外头吸眼神嘞，先体下你哦。太理性的男孩子会不受女孩子欢迎。理性是一道穿越迷雾的光芒。给爱懂喜哟，去加拿大前途茫茫。迁徙是强板压的甜心，要开始新的立场，装伫未来会用的。唔迄个，俺迄无理性的人，爱爱从强板压汹涌慢慢比。也係會笑，闭嘴喂！但唔會比就會用壓嘅。哎，冇迄块啊！你不空哦？俺是要买附近。请这样子。用誒？也唔算哦。俺真件無上好看。明明手上宽，哪有？俺無上看。又唔穩用誒，對肌膚質最好誒。開攝影店。剛剛你轉句攏愛講，要到新年下邊冰的了。这要怎么填？台大外文系，就这样。爸，不要填了啦。把手拿开。其实，你只要能够考上国立大学，爸都会觉得很骄傲。爸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不过我很幸运，老天还给我很多的时间可以让我慢慢来。爸跟你保证，你出国留学的那一天，爸爸一定会把这家店顶回来。来，勾勾手。口说无凭，到证据。来。
骨手迄个门也在合的，但就有可能一生年就没说实力转过的。大就大块的，哎，我负责，唔咩黑，唔咩有基因。小屁熊，小屁熊嘞？看无伊那5点的，你自己拍课的。你这个这么干了？妈，我哪会天数哦？等佢装来装讲啦，那无限。无限。你这个怎么干？一场意外，让我的净土全部就打乱了，我不转了。哦，563就安尼啊！哼，哦，爱心老小屁熊，咋做来？怎讲？好嘛？哎，还忙。噔噔！哇，按棚拍啊！请容许我介绍啊。第一道菜是罗勒煎蛋做椒盐，这第二道菜是油虾蟹脚炒青椒。不过这2道菜不就是气前叉炒卵、老炒三鲜嘿？一种名的较有 feel 嘛。好，做的人强下就好。我太后忙毕业，但请就称他炒蛋和炒三鲜。唔真记，我脑眼强下。我上爱嘅，唔係當伊做得水都馬該用嘅菜，係當伊做得老媽傻食飯。好食嗎？小猪，我陈冠强向你保证，等我未来有了能力之后，我一定会让你过更好、更棒的生活。好，我也向你保证。不過為了銀行嘅路，我遇到幾多嘅難關，幾多嘅壓力，我一定會批定照顧絕對唔會幫你一生嘅面對，好冇？應該 M2 唔係古時啥。用嘅係冇？先生，我應該準備論文簡單啦。其他我硬未轉一個時間，佢我一款。反正你已經修好題目嘅，唔係係。錯，吃飯。小屁熊，我激動呢。怎麼嘅啊？报告小朱老师，因为你战国，我已转去加拿大啦。为到本期美好的回忆，3剑客听说我已重振江湖。不错，爱到英泰哦，送到你家小屁熊。小猪。好啊。小猪。安子谁？我上講啦，你就留佢去啊。还是小朱老師哦，較了解。不能嫌棄小豬啦。哎呦，好啦，我哋啊。生意點位哦？拜拜。生意啊哈。有病。慢行哦。嗨总，闻到最喜欢的人，一定要出国留学。一定拿回摄影店。哦，
一定要拿回摄影店的票数庆祝。不过一件事情，很身上没办法结束了。先看一早了。希望可以放长假，不用上班。呀哈，应该算愿望达成吼。应该做得很用功啊。好，这。他一种吻到最喜欢的人。呀早，没做对。呀哈嘞，因为快事啊。当然，对庆典那个快事啊。哦，朱伟基。Honey， 我講 room service，我冇收，你來。桂小姐按奏，爱丢琼英居的心愿实现小队，呛门并不应爱色还是早餐，韩黑爱色西式早餐。也不还是免合，唔爱离开的，做爱丢结听爱完成经验么？算是爱丢东本年鉴别礼。刘真金爱老爱完成实验。懂演啊，黑幕，那想想怎么给死掉？愛能一條。還超唔死。哈！下次的。放松我。笑哈，耶！恭喜贵宝摄影部暨贵国雄摄影展新开张！好，让我们欢迎我们的老板贵国雄先生。这些都是我以前的作品。只是妹妹在。我们的贵宝摄影铺呢，在网络呢同时开张，而这些呢，就是我们的明信片的商品组合。而且在今天呢，我们贵宝摄影铺的网络新城呢也新开张，大家呢可以从我们的网络下订单，我们木林分部呢会负责寄送商品。对不对？要不要上黑经营摄影的另外一种方式了？这样你在加拿大就可以继续经营，有新的作品啊，可以寄给我们，可以帮您输出哦。走。你们这三个小子，谢谢你。唔使。安尼就全部砍掉。那也。啊？我我海边有影影，我还係愛買賺來。好，我支持你，我會幫忙哦。冇問題啊，我係立壯股呢，高本啊。耶耶！
用如风有领定下剔除明信片，还叫你随时给相片哦。真赢！来。银泰学长，什么還有太噶？谁先？小朋友，其迄外地有3人，伫拄前台卡签。你们就讲啊，明朝有主重的啦。就是因为你明朝有主，你提前让你先准备没？不过小主可以啊，可以。Who cares? Go！ 贵部，坐。打算继续念书，还要念几年？以后有什么打算啊？我想要继续读博士，大概还有5、6年。我打算毕业之后在学校当教授教书，还要念5、6年。你现在25岁，30岁才入社会，比一般人还要晚很多哎。但是当一个学者而言，这个状况是合理的。就像是蝉一样，它会在地底下很多年才到地面上来。蝉是蝉你，是你不要混为一谈嘛。再说现在少子化，学校一间一间的倒，外面街上一大堆流浪博士，万一你当不了教授，那你打算做什么？大学念了6年，延毕2年，你确定5年能够念完博士班，还是要念10年啊？派谁？我是杨银泰，目前条件还不错，打算转念学士后医。错，我以后想做医生。除了当医生之外，还有没有其他打算？现在医疗纠纷这么多，3天2头报纸就有人在告医生。如果你发生这样的事情，被吊销执照怎么办？贵伯伯，这不担心，只要每次诊断之前我都做好准备，发生意外几率就能降到最低。意外能够准备就不叫意外了。可是贵伯伯，发生意外是几率的问题，做医生的只能全力以赴去医病。读到就想办法解啦。就算和解好了，您的薪水能够付几次天价的赔偿金啊？万一你付不出来怎么办？你找我女儿拿钱啊？爸，我们家可是没有多余的钱可以借给你。下一位，贵伯伯，我先讲清楚哦，我没有要追家景哦。你怎么想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怎么想。你有打算做什么？还蛮凶的。大方向呢？某台朋友。你连一个未来的目标都没有啊？不过我可以保证，我毕业后不管做什么，都有一颗飞蛾扑火的热情，克服难关，坚持下去。年轻人有热情是很好，但飞蛾扑火的下场，而会被烧死。我劝你啊，早一点决定人生的方向吧。不过，按做青岛方向，会较严哦。就像小皮熊啊，他早就立志要当教授，不过就像您刚才说的，大环境也会让他当不成啊。银泰他也很早就想当医生，如果遇到医疗纠纷哦，他就退了。故说讲来讲去，人生有太多的突发状况了，就算想得多仔细，也有可能会有一个大转弯啊。
就像桂伯伯你一样，你想要把摄影店赎回来，不过你也失业啦。许瑞成，我没有别的意思啊。从结果上来看，你说的一点都没错。说实话的年轻人，我很欣赏。妹妹啊，前面2位啊，还可以说出他们以后想要找什么工作，做什么职业。你喜欢的这个，你好好考虑考虑啊。桂伯伯，你家下唔係調試誒？唔怕唔怕。妹妹，我上樓找你媽。阿達，喏，真景講到有好存誒，講這家無方向，莫講去完成實驗，就連去前頭路哦，都要本你推波。那有無過唔錯，做好準備運用誒。女生哦，有某件事情對先做好準備嘅。唔正經，莫解出唔驚咧吼。唔係唔驚，係有自知之明。係講我應該多想哦，做某件事情做唔好誒。唔當哦，條綠綠向前比，不管係本工還係態度，行就錯呀。喂，走啊！俺老瑞成來市場買東西，條條，有哦，你嘅相片媽咪就有看到哦。好，等你回來。拜拜。葉明姐，我等你喺倉庫上忙做研究。你總算本來咁通到誒，又可以轉去學術界哦。喺阿年所上拜託我，做莫能村嘅樹冠層昆蟲相調查。不過，我還冇答應。樹冠層談起來，一場動厲害誒。出儲備調查廳。竟然就答應佢啊！用葉做一點。葉姐，其實老李轉過嘅是5年以來，我開始留唔天書版社。不過除咗你這家，冇面做得到誒。劉尚偉係乜人啊？劉尚偉係東有名嘅昆蟲學者，你係阿年所得意門生。一下啲 Museum National de Histoire Naturelle 專門做樹冠層研究。聽起來動唱太英文呢。你知道我正經做得行學術界一條路係？ Of course, no problem。葉姐，其實啊，對我來講，都簡單嘅啊。來，同我做。真愛咧！來啦，都簡單嘅，快點。講起來動翁呢。唔用啥，唔上過冇，仲有你很慘你，你唔會負虧。FIFA 係唔會，梗係唔會。唉，唔講法哦，係咩啲？唔係無情態。陳皮強聽講唔會安尼。我安尼講啊。伊也着將會面對困難，來做出改變啊！
也是讲接受改变。阿比强，无上，唔是唔讲到做好老太家讲拜拜的准备哦。公发，唔出三个用诶。希望人哋嚟到真心话大告白。老爷海边咩写起来，估计下年以后长大考来看，听说都生气。我讲气甲到啊！好，我先写，唔用啥，等下我写哦。谈讲人，我就数起来，慢人就做唔得条款咯。我让用啥讲？我写一笔咩？听说会。哈信要点我。好。好，那就不用滴啊，听讲你就收起来。完。见本人听说好不爱扑面草，系无？移民就要开始。希望。哎呀，做看啦。好啦，你听我讲啊，希望唔留下来。我真嘅唔晓得啦，呀，比做标本还较难。唔希望我留下来啊？希望啊。不过，唔着按散嘛，完成我嘅愿望，很咩正经，动上爱爱照。真唔系咧，我其实当嫌性啊，不过也系我去激天，我哋我出位支持。瑞谦学长，其实我无想爱走，不过我正经动工去甲伊3年，我要离家出走，是因为想爱回到去家，寻到伊早留下来的理由，一早理由做得很无。我当初变做人嘅理由。不过，不过嘛个，我讲笑的啦。暗后偏脑。你转股，唔好。夏天结行李快，才发现自家行李无做好准备，差做像无留下来嘅理由诶。我该行前说明啊，神秘兮兮。
若去感性，都等来去的。对啊，嘛全部的热情都不用滴啊滴度，也很爱轻中医的。中医吗？呀，出去哪个厝搞鸡吧？唔应该点东久吼。俺冇想到你会去加拿大，完全不反省。哈？点图 MV 都充分掌握细节，你研究清好的细调。嘉靖，你很爱上研究的对象。唔想研究啊！俺迄关系爱先做好准备的人，俺讲俺冇办法应付未来，故所我爱实习打工，准备好去面对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。研究需要时间，不过本来时间唔拉。食性单一的昆虫，有时候会因为取食限制的生长范围，而成为地区的特有种。应该唔要来的，唔想个嘛噶，那他们是。迄讲上做用药的，会上做做对本永久医师的专属花朵。嘉靖，你做微动来，将停留为特有种。俺只说，不过俺做唔得按你做。拥有独自飞越海洋勇气的抢板鸭，张黑眼亚哈上周诶。阿弟，唔顶下去一封卡斯，等到按掉再个读给你。唔出位的，爱还系爱。不过应该伫出山按掉，出到总掉。做得再够深度，碰到用药机飞，就前1/10天。就因为安呢，真 romantic，唔系。
我来，我再好吗？学妹，那个是姐感谢我们小 P 啊，我们哥从台北飞到加拿大要11个小时，空调太冷，跟空姐拿小毯子哦。如果身体不舒服的地方，你要跟空姐。万强，侯总啊。今日咧？哦。記得愛老藝世界表。好，我聽錯會唔記得。好啦，你做啲很太吉祥啊。心機太，你真係懂心機耶！還有準備登錄，我要送門啲轉股哦。伞是伞的意思。你真勁動向老藝 say goodbye 啦。新聞講，根本你40%被落意。什麼嘢仔？落水嘅皮套，快樂沒得講。mọi thế cho ngạo好高夫圈要縫縫嘅鴉片，有没有好一点？董松面呢？哥，让综合医院一定不用阴影，很不灵存料。你是讲所有的人？系啊，所有阴影啊，先生。很矮，阿叔就好，佢有過去哦，就做得哦，用這個採集袋啊，進行人嘅研究咧。原先邊面太多誒，可能公司更加強嘅。用啊！用不按誰哦？心度嘅